嘿，各位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了，哇！哎，这个网络怎么就这么卡呀？算了算了，我们去看一下外面吧，就像以前那样子，就是看一下外面。今天外面好像也是很多的鞭炮声，但是，嗯，看不到以前那样子的那种五彩斑斓，也不晓得为什么。然后，因为最近一些原因嘛，所以祝各位身体健康，然后出门记得戴口罩。鞭炮声音还是听得到的。然后我现在换了新手机，可能清晰度什么的也应该会比较好了。OK， 那先这样子好了。那我们以后再见啦，反正还有很多时间呢。